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澳门的金光大道，我是 Venus， 而你现在收看的是金光生活。刚刚 Clark 为我们介绍了体验梦工厂冰之世界室内冰雕展，你知道冬日金光大道还为你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吗？哇，下雪了！这个冬天，澳门威尼斯人幻化成最奇妙的冬日仙境。Thank you， 而且还可以跟来自雪国的朋友们一起庆祝冬天呢。圣诞小镇里，你可以找到很有特色的节日精品和欣赏精彩的娱乐表演哦。哇，这里还有真雪溜冰场，我好久没有溜过冰了，我希望等一下不会跌倒吧。你们也来试一下吧。天气这么冷，能够喝到一杯热巧克力，感觉真的好幸福啊！这个名为“幻影季节”的户外大型3D 光效投射汇演。投射面积覆盖43000平方尺，每天黄昏6点到10点，缤纷的灯光就会把冬日故事投射到澳门威尼斯人酒店的墙壁上，感觉就像置身于童话世界一样。你看，我刚才拍了好多照片，还好这里有免费 WiFi 服务，那我就可以马上跟我家人朋友们分享这个独一无二的冬日体验。那你还在等什么？赶快来金光大道度过一个难忘的冬天吧！